大家好，我係阿咪。上年我有幸參加咗戈壁慈善行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令我能夠去嗰度圓滿完成，實現我自己嘅夢想，突破咗我嘅自我。今年2025年，我想邀請你哋去參加戈壁慈善行。只要你有夢，我都想你哋一齊嚟體驗戈壁沙漠。喺呢110公里4日3夜裏面，我哋能夠深刻體驗到戈壁嘅歷史文化，仲有時間同自己深刻對話，重新審視自己，令大家返嚟之後能夠成為全新嘅自己。就算你嚟唔到，我都希望你哋喺下面留低一句支持我哋嘅說話，鼓勵我哋。我今年嘅目標係要為本港需要情緒輔導嘅青少年籌集26,000蚊。希望大家能夠為佢帶來改變，多謝大家支持。所得善款將捐至粵港澳大灣區慈善基金。